议员李伟智一开始之时就锁定财政卫分法对台南的双重打击，除了新分配163亿是6度上加，以每一位市民平均分配到26000外块，伫全国22县市嘛排名第2。连带也有149亿中央计划型补助，以及中央备票3减对地方一般补助款27.3%，达到51亿外，拢互议员相当忧心。因为分配款拢无考量台南的特殊性甲南科的贡献，所以今日要求市府团队向行政院长争取承诺的优先解决。新版的财法，不论从土地、人口均值的计算啊，我们都是22县市的后段班那6都却是最后的，所以我蛮被麻烦市长讲，然后开掉院会来讲的时阵，行政院会对你南科产业的贡献这个部分，它的特殊性，当初我们6都之所以成为6都，人口不到200万的情况之下，是因为有我们的特殊性嘛。那既然是特殊性，经过这几档的拍拼，这成果真好呢。那南科的产值。弄超过竹科啊！以这个台北市，是它捷运都盖好了，对，都已经盖了，路网都很完善了。对，当年中央也补助了将近6000多亿给他以上有建制了这些路网。那结果呢？现在轮到我们要盖，我们要做的时候，他说要砍掉，说只补助5成。对啊，台北市补助9成，甚至有的路段是中央全额负担的。对，那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很不公平。面对过去北部的捷运建设，中央拢全力补助，结果咱台南现在重要的轨道建设2660亿，冇可能被删减，加上税收资源流向北部，环境污染、交通的负担、加基础建设，却要咱市民来承担。所以议员要求一定要为市民争取应有的权益。台南新闻，阮籍张硕维采访报道。